年係人民海軍成立77週年。近日喺廣東高校同中學就讀嘅港澳學生、港澳創業青年代表走入軍港，登上護衛艦同獵掃雷艦，同海軍現代化主戰裝備進行咗一次零距離接觸。我最深刻嘅一點就係我喺入面見到一個好斜嘅一個樓梯啦，即係我真係冇辦法想像佢哋喺一個可能大風大浪嘅日子下點樣喺船入面每一日都喺度爬啲樓梯，就真係令到我更加佩服佢哋。喺現場，官兵好專業咁講解咗裝備性能同作戰用途，同大家展開互動交流、答疑解惑。部隊軍樂團現場演奏激昂旋律。我係第一次登上呢個軍艦啦。咁其實以前細個或者係大個咗都好，無論喺電視上面睇都可能覺得係已經好宏觀嘅，心情都其實係好興奮啦。咁直到我今日有幸嘅可以嚟到自己都登埋上嚟睇嘅時候，我就覺得我哋國家而家越嚟越勁啦。真係非常之激動啊！親身能夠可以睇到呢一個感受到呢個軍艦嘅話，真係能夠俾我一個衷心咁樣去感受到我哋國家有多強大，可以保護到我咯。